就喺今年第一個酷熱天氣警告底下 ，Now TV 宣傳隊伍飛往日本取景，為觀眾拍攝夏季宣傳片《趁熱愛》。我哋會去九州嘅，係佐賀縣嘅同張市。我哋係飾演一對情侶啦，就係其中一對情侶。係希望咧，我同 Esther Lee 咧創造一個好似日本嘅 Beach Boys 咁樣嘅劇集嘅嗰種 feel 啦。佐賀縣唐津市地理環境得天獨厚，海岸線嘅景點令演員不禁發出震撼叫聲。哇！是㗎！拍攝隊伍走上魷魚號觀光船，捐入七虎海蝕洞，俾個近鏡你睇。Lucky Seven 面對連綿海灘嘅美景，日本嘅模特兒都玩到忘晒形。大人就話友情飲水飽啫，發育時期初戀梗係要有麵包啦。為咗個包，我哋仲走咗入森林添。著名嘅 B 級美食，一個好個包。試過漢堡嘅味道，係時候試下失戀嘅滋味啦。佢有第三者。唐津大橋夕陽之下，佢決定結束呢段關係啦。點樣先？幫下手咁咯。除咗兒女情長，我哋嘅隊伍仲拍低咗唐津嘅文化重地、人靚景靚嘅宣傳片，已經開始播出。喺今集電視節目嘅好多種之後，緊接會播出嘅短篇節目《Summertime 趁熱愛》，你哋要趁熱睇啦！